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威人，歡迎嚟到我爆蝦頻道。今集同大家開埋呢一個M2A 嘅中文版，咁上一集就開咗個日文版，睇下今集會唔會有咁好運啊？同上一集一樣，咁就事不宜遲，我哋就開箱。OK， 中文版。咁配率方面基本上係一樣嘅，係啦，同日文版。睇下，同樣都係有一張 MA 卡保底，係啦，含收包。OK， 好，中咗個 SR 嘅道具先。好，比卡超。OK， 好，第一張嘅 AR 旋轉駱駝帽。OK， 駱駝帽。咁就中咗張沙奈朵嘅 MA 保底㗎喇，已經基本上係保底，因為一盒入邊有一張 MA 嘅保底。咁依家純粹係睇下會唔會中到 SAR 嘅啫。好，電海燕響。OK， 火箭兵團嘅迷兒 Q。仲有幾包。好 OK 啊 ，AR 種傻鴨都 OK， 都唔錯。依家吸力啦嚇 ，SAR 吸力出嚟，唔該。OK， 熊貓。叉字福，最後兩包呆火陀，最後一張嘅 AR 都中埋。OK， 頭巾我問，好，最後一包啦。OK， 小炭仔，冇咯 ，OK， 好，我哋就總結下先。OK， 咁我哋就總結下中文版嘅成績先啊。咁就呢啲都係收錄返嘅 EX。好，跟住就特別閃小炭仔、頑皮熊貓、火箭隊嘅迷兒 Q。電海燕、駱駝帽、噴火陀、含收包、跟住 AR 方面嘅呆火陀、傻鴨，跟住就駱駝帽、阻礙之塔同埋超級沙奈袋咧，就係呢個今次嘅保底啦。冇辦法中唔到 SAR。但唔緊要啦，上次嗰條片有睇我朋友，有睇我觀眾，基本上都 OK 㗎啦。上次嗰條片 OK， 咁今集嘅中文版 M2A 嘅開箱就去到呢度。咁如果有興趣我條片，我哋不妨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